先啊，继续来看中国的海警日前来宣布，要伫个金门岛甲厦门岛之间的海峡展开着常态化执法。咱台湾海巡这边已经同意，互海巡人员若是遭受到武力的威胁压迫，会当来开炮。也就是讲，安尼一来，双方冲突的机会提悬，只要一个灯塔，都可能会拍起来。所以专家学者提出着警告，未来要提防中国调故意设局来惹事端。标准例行防空飞弹为成功级的军舰发射模拟演练，海巡署成功舰发射7粒定海火箭弹，火力强大。不过最近为了渔权的问题，金门海域无啥平静。昨中国海警宣布将伫金门、厦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的巡查行动，保障中国渔民的安全。伫中国渔船过界掠鱼发生2人死亡的代志了后，有这个大动作。学者提醒政府要防范中国调工起事端。那至于说呢，中国会不会借机挑衅，或是说借由海上之势来兴起灰色地带的作战，这个绝对是有可能的。那为了因应这种方式呢，我们必须要赶紧加派这个海巡舰艇过去。烦恼两岸关系恶化，其实伫金门甲厦门之间有2条运行的线，一条是限制水的线，若是经过赶2摆无效车队强制靠船；另外一条是禁止的水域线，海巡署会当对超过界线的船只强制停船靠船。即摆正是可能会产生变化。呼吁不要让这件事情变成擦枪走火的一个起点。我们的海巡署处理这件事情过于保守，或者是甚至于过于僵化。你为什么不能公布相关的画面？有这款烦恼，因为去年5月份法律通过，同意海巡人员遭受武力威胁还是胁迫的时，海巡署长会当伫合理的判断下，伫无其他抢夺制止的时，伫必要的限度内授权开炮。不过，若是真正发生冲突，南方4层当级的巡逻舰若对着对方几万当级的军舰，要安怎？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大他们投资在海巡舰艇的海警舰艇的实力或烧次呢，确实是强过台湾海巡署很多双方就共同统计海上走私的名义来做一个联合查缉的动作。这个用这种理由来跟对方说讲，对方是听得进去。烦恼讲渔权的问题，升级到两岸的冲突，事件发展各界拢真关心。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